好，來鄉親啊，繼續來關心花蓮萬里溪的崩山湖。講透早5點半，透過這個空拍機確認，已經開始溢流了。目前的水位甲出水量也算穩定，壩體嘛無馬上破壞的情形。初步影響的範圍也是限制佇個溪道內底，會來觀測24小時。那這個溪道目前也是繼續保持紅色的警戒。透早5點半，空協團隊就飛到萬里溪的崩山湖，了解即馬上新的狀況。真正發現溢流的出水口漏水變大孔，確認真正的研判無錯，昨暝就開始佇咧漏水啊。水源本身受到影響的就是西寶橋，溪水位原本的淺咖啡色，即馬變深閣落，嘛透淋真濟沙石塊，警消繼續佇咧橋邊隨時觀測。壩頂口非常窄。然後另外一邊是岩盤，然後那個南邊才是那個崩積土層啊，崩積土層又大部分是屬於這種粗岩石的所以它的流量不足以帶動這個整個土沙往下移。除曉連外大橋，親像西寶橋、萬里溪橋，還有正興大橋暗時封路。今日透早7點才開放通車，因為萬里溪崩山湖上新的數據，壩頂1090.5公尺懸，噸水量大約598.5立方公尺。前一暝就看到水位來回升降，隨發布紅色警戒嘛封鎖大橋。過長工半暝1點外開始佇咧1樓，壩體也未崩，1樓的所在出水量也算真穩定。觀察24小時完畢以後，我們河道仍然會維持紅色的警戒，主要的目的是讓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提高到3級最高的警戒狀態。因為這個水沖下來之後，你的瓜農這個是保不住的。我們現在會先做計劃，怎麼樣來從優從寬來補助這個農田的損失。氣象署針對萬里溪崩山湖最源頭的噸水區，未來24點鐘累積落雨量預測大約22.7毫米。雖然落雨量少少啊，不過人民關天，中央地方攏唔敢大氣。